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喺啱啱舉行喺7月5至9號喺澳洲阿德萊德舉行嘅聖經文學協會嘅國際會議啊。今年嘅會議呢係選擇喺澳洲舉行啦。咁每年SBL 呢個組織呢都會有2個重要嘅會議嘅，一個呢係喺感恩節之前喺美國嘅本土另外一個呢就係7月嘅國際會議啦。咁多數嘅時間呢，呢個國際嘅會議呢都會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咁最多舉辦嘅地方呢，可能就係歐洲啦，亦都呢係曾經嚟過亞洲嘅咁就嚟澳洲呢，大概呢就要20幾年前啦大概20年左右。咁所以今次都係難得嘅機會，有咁多個學者一齊嚟到呢一個嘅會議啦。大家睇到咧，呢個會議一共咧係由5號到9號就有5日嘅時間嘅。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報告啦咁第一日咧其實都係有一啲嘅儀式同埋亦都有市長啦去分享嘅。咁我哋睇下第2日啦咁星期一其實你見到喺嗰個程序裏邊咧佢有好多同澳洲本土有關嘅發布嘅論文嘅發布。咁當然亦都有咧係亞洲嘅你睇到咧6.07啦就係日本同埋韓國嘅聖經研究。咁亦都咧係有一啲唔同嘅進路啦譬如6.08就係帝國同埋共觀福音啦6.10啦即係呢一個嘅就係研究即係歷史社會同埋編修嘅問題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咧唔同嘅時段都有好多嘅小組裏面咧每一個小組咧都有唔同嘅論文係發布嘅咁就譬如6.09啦呢個係即係我有參與嘅其中一個嘅小組咁就會提到咧就係照顧者同埋個人健康咁裏邊有好有趣嘅一個嘅論文係由一位日本好年輕嘅學者佢去發表嘅有關魯益斯 C.S. Lewis 佢作為一個照顧者嘅資料咁我咧就係反省華人嘅基督徒婦女佢哋作為照顧者要面對嘅挑戰咁樣。咁通常每一個嘅小組咧都有3份有時甚至係4份嘅論文咁就所以你可以想像啦喺呢5日嘅會議裏邊咧有係超過200篇嘅論文會發表啦。咁除咗論文啦呢一啲嘅小組我哋都可以睇下咧喺晚上就有一啲特別啲嘅環節嘅譬如我有參與咧就係即係呢一日Brendan Bryant 同埋咧 Dorothy Lee 2位澳洲嘅學者嘅訪問咁係非常精彩咁就佢哋分別咧係保羅同埋約翰嘅專家亦都你可以講得話咧係澳洲學者裏邊咧比較被即係國際嘅學者去認識嘅2位學者咁 Brendan 係耶穌會嘅背景啦Dorothy Lee 咧其實係聖公會或者係聯合教會嘅背景咁佢哋其實咧都已經係退咗休㗎啦。不過喺佢哋嘅學術生涯裏邊咧有好多嘅著作啦，好多嘅研究咁呢一場嘅對談咧都係非常之有價值嘅。咁你見到夜晚咧亦都有另一場嘅對話係有關於即係反猶主義嘅一個嘅反省咁所以其實咧除咗論文仲有呢一啲嘅交流都係非常之豐富咁去到星期3、星期4都係有各樣嘅論文嘅發表嘅。咁我想提就係星期4其實尾聲嘅一個嘅小組我參與咗，我覺得非常之
大開眼界嘅嚇。咁如果即係熟悉新約研究嘅，可能都知道嚇，即係 ECM 呢一個嘅企劃嚇，就係講緊點樣去喺從即係文本鑑別學嚇去去揾翻一個即係我哋叫做一個 critical text 嚇，即係我哋研究嘅新約嗰個嘅文本本身嚇。咁佢裏邊其實呢一個嘅企劃嚇 ECM 啦嚇，即係究竟做緊啲乜嘢咧？咁喺呢一場嘅論文嘅發表裏邊就講得好清楚嚇。咁有非常之多好寶貴嘅資料可以遲啲同大家分享嘅。咁亦都最後嗰一篇咧係講緊真係用一啲 AI 最新嘅模型嚇，點樣去訓練呢啲模型啦。然之後咧，佢哋可以去幫手揾下，即係有咁多唔同嘅差異嘅時候啊，抄本有唔同咁多嘅讀法嚇，我哋叫 readings 嘅時候，究竟邊一節經文咧嘅差異咧係最重要嘅嚇？即係有時嗰啲差異可能係耶穌基督啊，定係耶穌基督定係基督耶穌啊，定係淨係寫個耶穌兩個字，耶穌個名啊，定係基督咁樣嚇？咁即係呢啲嘅差異咧，其實就未必好重要嚇，即係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差異咧，可能即係令我哋覺得哇，佢真係有唔同嘅意思。咁呢一個嘅論文就係話俾我哋聽，究竟有啲乜嘢係最重要嘅差異啦嚇，值得我哋去睇。咁所以呢個都係非常之精彩嘅一篇嘅論文啊。咁所以喺呢5日嚇，即係有好多嘅機會同唔同嘅學者交流，聽到好多好精彩嘅發布，都係非常之感恩，所以喺呢度同大家去分享。Your shins are coming, your toes are coming towards